4月1日是中国国庆日，也是被全球维吾尔族人视为哀悼日。这一天标志着东突厥斯坦占领的开始。在东突厥斯坦被中共政权占领了73周年，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斯德哥尔摩、悉尼在内的世界各大城市举行抗议和新闻发布会，反对中国占领东突厥斯坦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在土耳其举行的抗议和新闻发布会，由东突组织国际联盟组织、1000余名东突人民、各国东突组织负责人以及土耳其部分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举行的示威游行。维吾尔精神母亲拉比亚卡蒂尔在4月1日发表声明，邀请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加入反对中共的行列。拉比亚卡蒂尔女士表示，中国的压迫在已经变成了种族灭绝，我们呼吁联合国、欧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和组织采取行动，制止种族灭绝。在中国当局以疫情清零为由，在东突厥斯坦毗邻乌鲁木齐、霍尔勒和吐鲁番等地区实施的不人道围攻和饥饿罪行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后，东突厥斯坦南部地区的维吾尔人行动起来，向被饥饿的兄弟提供援助物资。但是近日有视频显示，中共官员和干部并没有把这些自救助物品交给需要的民众，而是在社区的商店里卖给老百姓。9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携带救援物资的维吾尔司机表示，他将以证据揭露傀儡官员的行为。另一名携带救援物资前往和田的司机称，他在皮山县被拦下，无法进入和田。他还提醒想返回和田的人应先与家人联系。仁川观察于9月29日发表文章，敦促哈萨克斯坦当局应该听取联合国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问题的意见。仁川观察欧洲和亚洲主人修威廉姆森撰写的一篇文章指出，新疆局势对哈萨克斯坦很重要，包括哈萨克斯坦居民和公民在内的哈萨克族人一直在中国边境的拘留营中被拘留和虐待。近年来，许多人逃往哈萨克斯坦并在那里避难。4月1日是中国国庆日，代表被中国压迫的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不同城市举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数百名日本公民走上东京街头，声援西藏、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和香港受压迫人民。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也在包括台湾、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组织了反华抗议活动。维吾尔学院基金会和东突研究基金会在中共政权占领东突厥斯坦73周年之际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罪行，包括土耳其新繁荣党和好党在内的部分政党代表和议会议员
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机制出席了9月30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巴基斯坦一家法院以恐怖主义罪名对前总理伊姆兰汗发出逮捕令，